没有，猪肉是台湾的。所以我跟你纠正，你不要写被人家骂。感谢感谢。因为卤猪手是全包油啊，是全包油啊，所以我加一个大肠头。它那个点餐叫螃蟹全包嘛，这里面要。上次的话是在葛之乐派，口感会比较扎实。那今年的话是软嫩的猪小排，这个的话是两种肉品都吃得到。那如果您第一次来的话，建议可以点综合，两种肉都吃得到。那新竹肉片汤的话是完全没有骨头的肉片，对，是我们10月才刚上市的新品。那下面的话就是套餐的配案方法，149元是全部都有，有白饭、有鲜蔬，还有我们招牌2个卤味，卤猪手跟卤冬红麻干。那59元的话是5选2，可以上下配，也可以左右配。对，那79元的话是好肉2选1，有卤猪手跟卤大肠口。那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单点跟主食的部分，10月份有推出面线系列，也可以参考一下。那我们加汤的话都可以免费再做续加哦，内用的部分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饮品也有香兰薏米水跟蜂蜜黄金水，可以尝尝看，蛮特别的。谢谢。那新加坡有一个道地的吃法是，将油条浸泡在肉骨茶里面，那吸饱之后口感还不错哦，稍后也可以试试。那个香米饭加油条，那个会不会特别介绍一下那个？好啊，那我们59元系列的话是油条1份跟香米饭1份，这样算1个选项。那其他4项的话也可以再选1个这样子。对，那分量都是一样的。谢谢。好。